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4月8号，我们要分享的是荣耀之后的堕落危机，荣耀了后的坠落危机。我们要读士师记第8章1到28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基甸用这些金子做了一个偶像，放在他的家乡俄弗拉。后来所有的以色列人离弃上帝，到那里去拜那偶像，这就成了基甸和他家人的陷阱。士师记第8章27节。有一个勇猛的武士来请教一位著名的贤哲，他请教贤哲，请他解释幸福与不幸福的概念。然而贤哲不但不为他解释，还冷嘲热讽：我没时间跟你这种乡下人打交道。哇，这时候武士感到自尊心受损，怒火中烧，他要拔刀，拔出他的刀，大喊说：我要砍下你的头，当作取笑我的代价。贤哲缓缓地说：这就是不幸。武士因发怒而冲昏头的事实，被一针见血来指出，此事令他相当惊讶。于是呢，怒火瞬间平息他收起了刀，低头感谢这位给予启示的贤者。然后呢，贤者简洁有力对他说：这就是幸福。武士的问题在于没有看清自己。人的骄傲是无止境的，这对于得救而言，甚至是致命伤。因此，看清自己其实是一种智慧。如果缺乏自知之明，就无法认识宇宙万物的真神。伟大的属灵思想家们所强调的是认识自己与认识上帝之间的密切关联。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祷告说：永不改变的神啊，求你让我认识自己，也认识到你。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原本从软弱畏惧的基甸，当他在与上帝有好的互动，得到上主他所赏赐的平安、力量与得胜的确据。当上主保守他从战场回来的时候，他面对毗努伊勒人，基甸却残暴来杀害城里的人，跟他之前与以法莲之族就是跟他争吵，他不一样，他用圆融他勒住自己的舌头。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上主使以色列人得胜，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他才是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得地为业的神，而不是要为基甸建立他自己的政权。但是我们看到基甸他却窃取了得胜的荣耀，收割个人在政治上的利益。从基甸与米甸跟这两位王的对话可以看出一些的端倪。基甸擅自以上主的名来发誓，作为要报兄弟被杀之仇。那上主拯救以色列人，
使他们征战得胜，主要是要帮助他们脱离米甸人长期的欺压。但是呢，基甸他却混淆了战争的目的。基甸在杀死米甸二王之后，把他们在骆驼颈上挂的这一些月牙装饰品拿走。月牙装饰品是古代中东皇室的装饰品，它是用来膜拜月亮神偶像。基甸拿了之后却没有烧毁它。以色列人认为基甸是救他们脱离米甸人之手的那位英雄，基甸却没有提醒以色列百姓，是上主拯救了以色列人，是上主在为他们征战得胜。他甚至将所收集的金子做了一个以弗得，如同当初亚伦为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一样，成为以色列百姓再次转去崇拜偶像的网罗。基甸他错过了一个将这民族带回到上主和摩西律法前的最佳机会。他仅仅打败敌人是不够的哦，他必须立定心志，要把人带到上主面前，并讨他喜悦，而不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让他自己得荣耀，而窃取了上帝的荣耀。基甸过世之后，这个民族很快就转回去敬拜巴力。我们看到，因着他晚节不保，他的骄傲和贪心，又将百姓带到失败堕落之中。求主圣灵来保守我们的心。当神大大使用我们的时候，当神使用我们成就伟大的事工的时候，帮助我们不窃取上帝的荣耀，而时时检视自己行事为人的动机，并且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主，归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默想，基甸制造了以弗得，成了他和他全家的网罗。想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事物可能造成你信仰的绊脚石？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在凡事上能够求问上主，求问主，让我们行事为人，为了就是要讨上主、讨主耶稣的喜悦。让我们清楚，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成功的事情，关键都是在于你。保守我们不窃取上帝的荣耀，保守我们不将荣耀归给我们自己，而是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耶稣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